镜头来台中市南区某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，即马互家长指控讲，托育人员拔囡仔的头，囡仔身躯有乌青，嘛有绕着伤的伤痕，赶紧报警察。因若这已经是台中10天来第3件幼囡仔受不当对待案件。人本教育基金会即马是批评台中市政府的管控出问题。2岁查甫囡仔面含颔棍，拢几下个明显的绕痕含乌青。台中市一个家长出面指控南区一间私立的顾囡仔中心，一开始讲囡仔是家己咧耍无细致受伤，后壁看监视器才发现讲，竟然是托育人员把囡仔的头互伊去弄着地板，佮有咧颔棍摕叉角去等囡仔这个行为，伊去甲去验伤报警察。真的是扒下去之后又捏又丢，然后另外2个老师完全默不吭声，园方也一直说他们会处理。我说，可是你的说法就不老实了。顾囡仔中心讲，这个细地顾囡仔的人员已经伫遮做2年啊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是囡仔摕叉角去等老师，因为惊到反射动作，才去回着囡仔，并不是故意的。但是嘛，承认讲行为不当，托育人员事后已经甲及时透露，警方已经受理家长的提告，专案接伤害罪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老师是被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惊吓到他的一个反射动作，但是没有刻意去故意要做那个行为，没有。事实上，这是对方圆一间顾囡仔中心14个幼囡仔互辅导的案件，和西屯一间幼稚园的老师性侵害性骚扰的案件了后，10天来，佫逼出来第3个幼囡仔的案件。台中市长罗秀媛一直无明确表态说明。深屯幼儿园的事情，不好意思哈，正在调查中，谢谢哈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台中市2018年到2024年的9月，老师、教保、托育人员违反儿少权法的，拢总有324件，所干那123件有依法的公布名，其中最近2年干那7件。人本教育基金会大声明讲，市府发生儿少案件，但以以上检调侦查无公开做理由消极作为，却无看到系统性的检讨。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市政府有针对哪一个系统做过研究、调查，提出任何的改善计划，通通都没有。所以他现在只能闪躲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完全搞不清楚嘛，他不知道他下面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嘛。这是整个系统坏掉了。台中市消费局讲，南区的托育中心已经启动调查，初判托育人员已经违反儿少权法，会当罚6万到60万。目前当清查，敢有其他的幼囡仔受到不当对待，嘛会做伙追究顾囡仔中心管理疏失的相关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